弟兄姊妹好，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呢，就係盟約之子依撒格，佢係新約基督徒嘅預象。資料係來自創世記21至到35章。喺我開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做一個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天主，多謝你俾呢個機會，透過呢啲咁嘅科技嘅平台，我哋可以喺空中同弟兄姊妹去分享聖言。求你都幫助我哋，無論講嘅聽嘅，主啊，你都幫助我哋能夠心裏明白，以至到我哋能夠更深認識你，更方向清晰嘅去跟隨你。係啦，我哋以上所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係嘛？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係嘛？嗱，首先我同大家睇嘅咧就係一個引言啊，或者我哋叫 introduction 咁啦嚇。依撒格呢個名咧，對一般信徒嚟講咧，應該係唔陌生嘅，因為我哋都聽過佢個名㗎，亦都知道佢係亞巴郎個仔，佢係雅各伯嘅父親。不過，當有人深入咁樣問我哋，咁依撒格有咩超凡嘅生命質素啊？佢同天主關係係點㗎？我哋又可以從佢身上學習到啲乜嘢嚟到去幫助我哋改善同天主之間嘅關係啊，等等嘅問題嘅時候呢，我哋識唔識得回答呢？我哋係唔係對依撒格呢位咁出名嘅聖經人物仍然係有啲陌生嘅？信徒對依撒格嘅認識較為淺，個理由可能就係喺依撒格嘅前半生最為人熟悉嘅大件事當中，似乎大部分都係附屬喺佢父親亞巴郎嘅生平事蹟當中，而依撒格嘅後半生最為熟悉嘅事呢，似乎大部分又係附屬喺佢個仔雅各伯嘅生平事蹟當中。咁即係話佢一生所遭遇嘅大事，都係亞巴郎或者佢個仔雅各伯喺其中作為主角嘅。不過今次藉住我哋嘅分享，我想希望大家睇到一啲好唔同嘅角度去認識我哋呢一位聖經嘅大人物。跟住落嚟呢個部分，我想同大家睇嘅就係依撒格嘅前半生先。首先，依撒格出世嘅情況，資料喺創世記21章1至到8節，聖經係咁講嘅：上主照所許的眷顧了撒勒，上主對撒勒實踐了他所說的話，撒勒就懷了孕，喺天主所許嘅時期，給年老嘅亞巴郎生咗一個兒子。亞巴郎為撒勒給他所生嘅兒子起名叫依撒格。生後第8日，亞巴郎照天主所吩咐嘅，給自己的兒子依撒格行了割損。佢嘅兒子依撒格誕生時，亞巴郎正100歲啦。為此，撒勒說：天主使我笑，凡聽見的也要與我一同笑。又說：誰能告訴亞巴郎，撒勒要哺養自己兒子呢？可是我在他年老，卻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孩子漸漸長大，斷了乳。在依撒格斷乳的那天，亞巴郎擺了盛宴。經文就嚟到呢度。天主曾經指示亞巴郎要俾佢個仔起名叫做依撒格，喺創世記17章嘅19節。依撒格呢個名咧，原文嘅意思就係他笑，即係他係你我他嘅他，即係佢哋笑嘅，或者可以解為笑聲都得。確實，從天主應許呢個孩子嘅出生開始，亞巴郎同撒勒都喺唔同嘅情況下喜笑或者叫暗笑。我哋睇翻創世記17章17節、18章12節。而當依撒格出生嘅時候，不但亞巴郎同撒勒喜笑，
而係乜嘢啊？凡聽見的，也要與他們一同笑。仲有經常記載過，撒勒懷了孕，喺天主所許嘅時期，給年老亞巴郎生了一個兒子，係嘛？經常曾經咁講。嗱，喺呢一段經文，一啲短短嘅經文裏邊指出，依撒格嘅出生係因為天主同亞巴郎嘅關係良好，天主先賜呢個仔俾佢，讓佢即係讓亞巴郎同佢一家能夠喜笑。咁意思即係話喺依撒格嘅出生事件當中，亞巴郎似乎先至係當中嘅主角，係嘛？因為天主因為亞巴郎嘅信德，所以賜俾佢一個仔。所以呢個仔其實就係因為亞巴郎嘅信德出嚟一個嘅賞報，一個獎賞，係嘛 ？OK， 係亞巴郎嘅事。OK， 第二件事即係依撒格嘅前半生啊。第二件事就係依撒格被祭獻啦。我諗呢個就大家好熟悉噶啦。喺創世記22章1至2節。同埋7至14節，我而家讀俾大家聽。這些事以後，天主試探亞巴郎說：亞巴郎，他答說：我在這裡。天主說：帶你心愛的獨生子依撒格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給你的一座山上，將他獻為全燔祭。我跳到去呢一節，路上依撒格對父親亞巴郎說：阿巴，他答說：我兒，我在這裡。依撒格說：看，這裡有火有柴，但是哪裡有作全燔祭的羔羊？亞巴郎答說：我兒，天主自會照料作全燔祭的羔羊。於是二人再繼續一同前行。當他們到了天主指給他的地方，亞巴郎便在那裡築了一座祭壇，擺好木柴，將兒子依撒格捆好，放在祭壇上嘅木柴上邊。亞巴郎正伸手舉刀要宰獻自己嘅兒子嘅時候，上主嘅使者從天上對他喊說：亞巴郎，亞巴郎！他答說：我在這裡。使者說：不可在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傷害他。我現在知道你實在敬畏天主，因為你為了我竟連你獨生子也不顧惜。亞巴郎舉目一望，見有一隻公綿羊，兩角纏在灌木當中，遂去取了那隻公綿羊，代替自己的兒子，獻為全燔祭。亞巴郎給那地方起名叫咩呢？上主自會照料。OK， 經文嚟到呢度。嗱，喺呢件事上邊，依撒格只不過係天主藉住佢嚟到試驗亞巴郎嘅信心嘅一個人物嚟嘅。依撒格完全係處於被動當中，個事件嘅主角仍然係亞巴郎。依撒格嘅替代同埋佢免於祭獻，喺整段經文可以被理解為基督救贖嘅預表，係一個預表嚟嘅嚇。喺一種傳統嘅對應當中，公羊可以被視為指向基督受苦嘅象徵，係嘛？基督係天主的羔羊啊嘛。而依撒格得以保存性命呢，我哋可以理解為因為基督嘅死亡同埋復活，即係呢隻羔羊啊，天主羔羊嘅死亡同復活，人能夠得回性命，獲得救恩嘅恢復。所以我哋會睇呢件事作為一個基督救贖嘅預表。好，喺呢個段落裏邊嘅第3點就係依撒格嘅前半生啊。佢前半生做啲咩事件啊？記唔記得啊？依撒格娶妻事件喺創世記24章1至8節，經文係咁講：亞巴郎對管理他所有家產的老僕人說，佢當時冇仔女啊嘛，所以佢有一個老僕人係幫佢打理佢嘅財產，即係 chief accountant 啊。
對嗰啲老僕人話啦，不要為我的兒子由我現住嘅客納罕人當中娶一個女子為妻，卻要到我嘅故鄉，我嘅親族當中去，為我的兒子伊撒格娶妻。僕人對他說：假使那女子不願跟我到此地來，我能否帶你的兒子回到你本鄉呢？係咪方便啲呢？呢個僕人係講得啱嘅。你要我帶一個女仔去，不如我帶你個仔翻去，咁咪呢個唔啱啊，嗰個唔啱，就另外一個咯，係咪？呢個僕人係醒目，但係亞巴郎點講呢？佢答覆說：你切不可帶我的兒子回到那裏去。那引我出嚟父家和我出生地嘅，就係天主啦，因為天主引領佢離開佢哈蘭嘅地方，係咪？同埋佢出生嘅嗰個地方，嗰時係應該係伊拉克嘅地方嚟嘅。引我去出生地，同我談過話，對我起誓說，即係嗰位天主曾經向佢咁講過，佢話我必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嗰個天主，上天嘅天主，必派遣自己的使者作你的前導，領你由那裏給我兒子娶個妻子。意思即係話你唔好帶我個仔翻去，因為呢笪地呢，我個仔唔離開呢笪地，因為呢笪地係天主應許俾我個後裔嘅，所以我個仔係呢笪地嘅乜嘢啊？將來嘅主人嚟嘅，所以佢唔會離開呢笪地。你諗下佢信心其實係好大。係嘛？經文繼續，假若那女子不願跟你來呢，你對我起嘅誓就與你無干無涉。無論如何，你不能帶我的兒子回到那裏去。Okay? 經文嚟到呢度，嗱，亞巴郎派遣佢嘅僕人翻去自己嘅故鄉，為伊撒格揀選本族嘅女子為妻。喺呢件事上邊，伊撒格又係處於被動嘅當中，主角即係話事嗰個仍然係邊個？係亞巴郎。到呢度為止就係伊撒格前半生嗰3件嘅大事。OK， 跟住落嚟，我同大家睇嘅下一個段落就係伊撒格嘅後半生。喺伊撒格嘅後半生呢個段落嘅裏邊呢，我只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件大事嘅啫。就係伊撒格被騙，即係俾人呃。喺創世記27章1至29節，經文係咁講嘅：伊撒格已經老啦，雙目失明，看不見了。誰叫了他的大兒子厄撒烏來，對他說：我兒。個仔答：我在這裏啊。父親說：你看我已年老，不知道哪天就死。現在你拿器械、戰囊同埋弓，往田間去打點獵物，照我嘅嗜好給我作成美味，拿來給我吃，好叫我在未死以前嚟祝福你。伊撒格對佢兒子厄實烏講呢句說話嘅時候，佢嘅太太黎貝加聽見了。厄實烏就在田間去給父親打獵啦。而佢太太黎貝加就對自己嘅小兒子雅各伯咁講啦：我聽見你嘅父親對你哥哥厄實烏咁講，佢話你去給我打點獵物來，作成美味，叫我吃了，好在死前當着上主嘅面祝福你。現在我兒，即係黎貝加同雅各伯講啦：我兒，你要聽從我吩咐你的話。而家到羊群裏去，給我拿2隻肥美的小山羊來，我要照你嘅父親嘅嗜好，給他作成美味。你去端給父親吃，好叫他在死之前祝福你。雅各伯就對媽媽黎貝加話啦：但是我哥哥渾身是毛，我卻皮膚光滑，萬一我父親摸我，必以為我哄騙他，我必招來咒罵，而不是祝福。母親對他說：我兒，咒罵歸於我，你只管聽我的話，去給我拿來。個仔遂拿了來交給他的母親，他母親就照他父親嘅嗜好作成了美味。黎貝加又將家中所存有大兒子厄實烏最好嘅衣服
給他的小兒子雅各伯穿上，又用小山羊嘅皮呢包在佢嘅手上和他剛滑的頸上，然後將自己作好嘅美味同埋餅放在他兒子雅各伯嘅手裏。雅各伯嚟到佢父親面前咁講啦：我父。依撒格就話啦：我在這裏，我兒你是誰？雅各伯對父親話啦：我是你的長子押撒烏，我已經照你嘅吩咐做了，請坐起來吃我作的野味，好祝福我。依撒格對他兒子說：我兒你怎麼這樣快就找着了？雅各伯答說：因為上主你的天主使我碰得好，即係好運氣，啱啱碰到有野味。依撒格對雅各伯說：我兒你前來讓我摸摸，看你是不是我兒押撒烏。雅各伯就走近他父親依撒格嘅面前，依撒格摸着他說：聲音係是雅各伯的聲音，手卻是押撒烏的手。依撒格沒有分辨出來，因為他的手像他哥哥押撒烏的手一樣有毛，咁就祝福咗他。隨後說：你真是我兒押撒烏嗎？雅各伯答說：我是。依撒格就話啦：我兒遞給我，好叫我吃了你作的野味，好祝福你。雅各伯於是遞過去，他吃了，又給他拿了酒來，他也喝了。他父親依撒格就對他說：我兒你前來吻我啊！他就前去吻了父親。他父親一聞到他衣服上嘅香氣，就祝福他說：看，我兒子的香氣像上主祝福的肥田嘅香氣，惟願天主賜予你天上的甘露，土地的肥沃，五穀美酒的豐裕。願眾民服侍你，萬國叩拜你。願你作你兄弟嘅主人，你母親嘅兒子都要叩拜你。凡詛咒你的，必受詛咒；凡祝福你的，必受祝福。嗱，喺呢件事件當中呢，依撒格係受騙嘅嗰一位，即係俾人呃嘅。當中嘅策劃人係佢太太，行騙嗰個呢係佢個仔雅各伯。之後聖經就冇太多關於佢嘅記載，直到35章，只係提到佢死於180歲，佢嘅兩個兒子就將佢埋葬咗啦。咁喺呢個段落裏邊，我哋大家都知道，依撒格仍然係處喺被動嘅角色嘅裏邊。主謀咧仍然係佢太太，係咪啊？好啦，我哋要再落去下一個段落啦。我哋睇咗佢嘅前半生，睇咗佢後半生一啲大事。咁我哋點樣可以透過聖經其餘嘅章節文字嚟到了解佢全面，即係依撒格呢個嘅全面嘅性格呢？即係佢有啲咩優點呢？佢有啲咩缺點呢？咁所以嚟落嚟呢個段落呢，我就會叫佢做依撒格的面面觀，以至到我哋可以全面咁樣去認識依撒格，深入討論佢喺一生當中仲有其他唔同嘅事蹟嘅裏邊所表現嘅質素啦，係嘛？咁可以喺呢個段落裏邊，我分開4點。第一點就係依撒格嘅良好生命質素，即係依撒格嘅優點啦，簡單啲啊。第二就係依撒格嘅弱點，即係佢嘅人性軟弱帶嚟嘅苦果。第三，我哋要睇下依撒格嘅信德。第四，最後一點，我想同大家睇嘅就係話呢個盟約之子，即係佢係天主同亞巴郎盟約裏邊應許嗰個嘅兒子嚟噶嘛，所以佢叫做盟約之子依撒格。佢點解係新約基督徒嘅預象呢？咁我哋就去分開呢4點同大家睇。我就同大家去睇依撒格嘅優點。喺呢書呢，我係為大家準備咗佢有5個優點嘅。第一個呢，就係順服父親，喺創世記22章7至到9節。嗱，我以下讀落嚟嘅經文呢，其實喺之前呢，我已經係讀過噶啦。不過我而家呢，再讀一次，以至到大家呢對我一間講解嘅資料呢係有一個連貫性。
經文咁講，亞巴郎將為全燔祭用嘅木柴放在兒子依撒格嘅肩上，自己手中拿着刀和火，兩人一同前行。路上，依撒格對父親亞巴郎說：阿爸。他答說：我兒，我在這裏。依撒格說：看，這裏有火有柴，但是哪裏有作全燔祭的羔羊？亞巴郎答說：我兒，天主自會照料作全燔祭的羔羊。於是二人再繼續一同前行。當他們到了天主指定給他嘅地方，亞巴郎便在那裏築了一座祭壇，擺好木柴，將兒子依撒格捆好，放在祭壇上嘅木柴上。亞巴郎正伸手舉刀要宰獻自己嘅兒子時，上主嘅使者從天上對他喊說：亞巴郎，亞巴郎。他答說：我在這裏。經文就到呢度。嗱，依撒格當時嘅年紀咧唔算太細嘅，因為佢已經有能力可以孭住將為全燔祭所用嘅木柴喺膊頭上邊，並且同父親一同前行。行去邊啊？往山上去。不過佢一直都係安靜同埋順服咁樣聆聽佢父親嘅吩咐，甚至當父親伸手舉刀要宰殺佢嘅時候，佢仍然係冇半點掙扎或者害怕。呢個就係佢對父親有絕對嘅信靠、順服嘅心嗰個嘅表現嚟嘅。當然呢件事亦都同時睇到亞巴郎對天主嘅信靠同埋順服嘅心係有幾大。咁呢個我哋亦都可以喺呢度思想一下，依撒格對爸爸呢個嘅信靠順服嘅心，會唔會係佢去睇見父親對天主嗰個信靠順服心係點樣嘅，佢就跟住去學習。好，我哋下一個質素去睇下依撒格嘅吓，就係安靜默想。喺創世記24章嘅63節，經文係咁講：那時依撒格剛來到拉海洛伊個井旁附近，他原係住喺乃革布嘅地方嘅。傍晚嘅時候，依撒格出來在田間來回沉思，舉目一望，看見了一對駱駝。沉思呢，喺英文嘅翻譯聖經 RSV 嘅版本呢，係作為 meditate 咁嘅意思，就係默想。喺呢段經文裏邊，我哋有幾點可以欣賞得到佢嘅質素嘅，就係佢傍晚時分出嚟喺田間來回沉思，咁即係表明佢有安靜默想嘅習慣，佢喜愛獨處，善於喺自然同埋寂靜當中去反思生命。第二點，佢順服父親亞巴郎嘅安排，亦都係等候天主引導佢嘅婚姻。佢係一個敏銳又警醒嘅人，因為經文話佢舉目一望，看見了一對駱駝，顯示佢並非好封閉喺自己嘅思緒當中嘅，而係對周圍嘅環境佢保持關注，能夠察覺到遠方嚟咗一隊駱駝嘅隊伍。呢個隊伍係正正係天主為佢預備佢嘅太太黎貝加嘅到嚟，係嘛？所以我頭先喺第二點嗰處講話佢順服父親嘅安排，等候天主引導佢嘅婚姻。點解會等呢？係嘛？等候乜嘢呢？就係等候天主為佢安排黎貝加喺佢故鄉，係啦，跟住嗰個老僕人到達佢而家身處嘅地方。佢亦都係一個感情細膩、有靈性深度嘅人，因為經文特別話佢出來沉思嘅時刻係咩時刻呢？佢有習慣喺傍晚裏邊親近天主，反省人生。呢種質素係使佢能夠分別天主嘅安排，係嘛？並喺見到黎貝加嘅時候，佢就立即
接受佢為妻子。喺創世紀24章嘅67節。簡單嚟講，依撒格係一個安靜、順服、善於默想、心靈敏銳而且感情忠誠嘅人。佢唔似父親亞巴郎咁樣時時都主動行動嘅，但係卻喺平凡同埋等候當中咧，佢經歷天主奇妙嘅引導嘅。跟住落嚟，我睇到佢有一個質素，就係孝愛母親同埋忠於愛情。係創世記24章67節，經常咁樣記載。佢話依撒格便引領黎貝加進入了自己母親撒勒嘅帳幕，娶了她為妻，很是愛她。依撒格自從母親死後，這才有了安慰。經文去到呢度，嗱，從經文當中我哋知道依撒格對去世嘅母親嗰個懷念同埋嗰份嘅難過咧，一直都藏喺心裏邊，直到娶咗太太，佢先至得以開懷。所以我哋睇到佢係一個好重親情嘅孝順人。第二點，佢引領黎貝加進入自己母親撒勒嘅帳幕。喺呢度我哋睇到咩呢？喺樹係象徵佢接納同埋承認黎貝加成為屋企新嘅主人，咁樣顯示佢對妻子同埋佢對呢段婚姻嘅尊重。仲有依撒格一生當中有黎貝加一位妻子啫，佢堅守一夫一妻嘅婚姻制度。呢一點使佢喺聖經即係族長當中咧，係顯得非常嘅獨特，因為其餘嘅族長都係有好多個太太。仲有經文當中話佢娶了她為妻，很是愛她。嗱，依撒格唔係被動去接受呢份安排，係嘛？你話父親嘅安排亦都係天主嘅安排，但佢唔係被動接受，而係喺順服天主旨意之後，佢係真心去愛呢位妻子，佢並能夠被呢一份真愛去醫治走出佢喪母嘅哀傷。所以喺呢處總結嚟講咧，依撒格係一個情感深層、忠於所愛，且能夠從親密關係中得到醫治嘅人。佢唔似佢父親亞巴郎咁樣充滿開創性嘅行動，但係卻喺平凡啦、安靜啦、等候啦同埋愛當中生活出信靠天主、珍惜關係呢一個嘅生命質素。跟住落嚟，我哋睇到佢另外一個質素就係謙柔咁樣締造和平。呢個喺創世記26章12至到25節。經上邊係咁講嘅：依撒格在那地方耕種，當年就得了百倍的收成。上主實在祝福了他，他竟成了富翁，越來越富，終於成為一個大富翁，擁有羊群、牛群和許多奴僕。因此培勒舍特人都嫉妒他。那時凡他父親的僕人在他父親亞巴郎生前所掘嘅井呢，培勒舍特人都用土填了。阿彼米勒客對依撒格說：你在我們中太強盛了，你離開我們吧。依撒格遂離開了那裏，在革勒爾山谷中搭了帳棚，住在那裏。依撒格將他父親生前所掘的，亞巴郎死後培勒舍特人所填嘅一啲水井又重新掘好，仍照他父親起嘅名字稱呼這些水井。依撒格嘅僕人喺山谷中掘井嘅時候，掘了一口活水井。革勒爾的牧童同埋依撒格嘅牧童遂發生了爭論，說這水是我們的。為此他給那井起名叫爭論。
因為他們曾經與他爭論過。伊撒格嘅僕人又另掘了一口井，為這口井又起了爭論。為此，他給這口井起名叫仇恨。以後，他由那裏遷往別處，又掘了另一口井，為這口井再沒有起爭論咯。遂給這井起名叫寬大，說：上主終於使我們寬敞，我們將在這地繁盛。伊撒格由那裏上到了貝爾舍巴，那天夜裏，上主顯現給他說：我是你父親亞巴郎的天主，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我必要為了我僕人亞巴郎的緣故祝福你，使你的後裔繁盛。伊撒格就在那裏築了一座祭壇，呼求上主的名，在那裏搭了帳幕。他的僕人也在那裏掘了一口井。咁樣，經文就係去到呢度。經文裏邊，我哋點樣睇到伊撒格係一個謙柔嘅締造和平者呢？咁嗱，伊撒格將佢爸爸生前所掘咗嘅水井呢，重新掘好。咁點解要重新掘呢？因為好可能佢已經係俾培特舍特人用土填咗佢啦。佢掘好咗之後，仍然依照父親當時起嘅名嚟到稱呼呢啲水井。之後，佢嘅僕人又挖咗以下咁多口井，同大家逐一講下。第一口井就起名叫做爭執，因為點解啊？伊撒格嘅僕人挖得咗活水，但培勒舍特人嗰啲嘅牧人前來與他們爭競。相爭啊，爭執啊，第二口井起名叫仇恨，因為雙方繼續發生爭鬥，伊撒格再度去退讓，佢寧願遷往第二處去居住。第三口井起名叫寬暢，點解啊？因為伊撒格離開咗之後，培特舍特人今次唔再同佢哋爭鬥啊，爭競啦。咁係象徵天主所賜嘅寬闊同埋昌盛。第四口井起名叫做誓約，伊撒格喺呢一度同培特舍特人立約啊，並且佢同天主建立一個更深嘅關係嘅裏邊。我哋可以睇創世記26章26至33節，並且大家睇一睇呢個經文後邊嗰個注釋嘅第5。嗱，喺天主祝福下，伊撒格已經成為大富翁噶咯。佢其實係具有實力，可以同呢一班培特舍特人去展開爭鬥啊，甚至同佢哋動刀槍都得啊。因為佢已經大富翁啦，有財力有人力。不過佢仍然1連3次主動退讓，避免同當地人發生爭鬥。佢係努力維持呢個和平，可見佢就係一個謙柔忍讓，冇半點因為天主寵愛而生心驕傲嘅人。當然佢個退讓係由於佢信靠天主，唔會讓佢因為退讓而蝕底啊！呢點啊值得真係大家去思想一下嗬。好多時我哋怕蝕底，於是乎我哋企出嚟去對抗，但係佢唔係咁嘅人，因為佢信靠，佢知道天主唔會讓佢因為退讓，因為謙柔，於是乎就蝕底嘅。天主點都會喺第二處俾翻佢嘅，係嘛？佢明白，最終天主真係帶領佢去到寬暢，佢享受到寬暢啦。然之後佢又去到貝爾舍巴嗰一處嘅時候，天主向佢顯現添啊！以上嘅經文即係創世記26章12至25節，顯明伊撒格嘅性情係唔同佢個爸爸 Abraham 嗰份嘅積極主動，亦都唔同佢個仔雅各伯
嗰份嘅善於計算。依撒格更加偏向咩呢？被動咁接受同埋和平嘅忍耐。佢喺平凡同埋退讓當中持續嘅去信靠天主所應許嘅一個咁樣嘅人嘅。佢嘅偉大唔在於做咗咩轟烈嘅事，而係讓天主喺佢身上成就天主嘅計劃。好唔同嘅品性，但係一樣土主喜悅。我哋睇到因為無論佢爸爸Abraham 啦，佢啦，佢個仔雅各伯啦，都係聖祖啊，以色列人嘅聖祖。雖然佢哋大家嘅性格都唔同，遭遇亦唔同，但係佢哋所有嘅質素係非常嘅獨特。當然啦，信靠係其中一樣好緊要嘅質素。好啦，我哋去到依撒格優點嘅最尾一項，就係第5項，遇事祈禱，凡事謝恩。喺創世記25章嘅21節同埋26章25節，經常係咁樣記載。依撒格因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佢就懇求上主，上主俯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黎貝加遂懷了孕。25章26節。喺呢度我哋睇到有2個好好嘅質素嘅，佢係忠誠而且恆久嘅愛情。點解咁講呢？因為當時喺族長嘅文化當中呢，妻子不育即係冇 BB 生啊，通常係被視為俾天主懲罰嘅，而亦都係丈夫休妻或者立妾嘅正當理由嘅。即係好似亞巴郎，佢卒之因為撒勒冇 BB 嘅時候，佢咪娶咗埃及嘅婢女哈加爾嘅。但依撒格冇採取人嘅手段，而係直接去轉向天主。第2點我哋睇到嘅就係佢有一個長久等候嘅質素。黎貝加冇 BB 生係持續咗20年，因為依撒格結婚嘅時候係40歲啊嘛，而佢係60歲先生 BB 啊嘛。即係換過嚟講，喺呢20年之間，佢係持續祈禱，顯示出佢一份好獨特嘅忍耐力，同埋佢係不憑自己嘅力量嚟到干預天主嘅計劃。佢有咁樣嘅質素，係嘛？好多好似亞巴郎咁，佢咪嗱嗱聲娶咗個女人咯，個埃及婢女咯，係嘛？但佢唔會憑自己嘅計謀啊、自己嘅力量啊嚟到去干預天主嘅計劃。呢個就係佢嗰個嘅優點。咁而家落嚟咧，我就想同大家睇咧，依撒格個軟弱咯，佢嘅缺點咯，甚至乎佢帶嚟咩苦果咧咁。喺創世記25章21至26節，經上邊係咁講嘅。依撒格因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便為他懇求上主，上主俯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黎貝加遂懷了孕。雙胎就孖胎啊，雙胎在咗腹內互相衝突，於是黎貝加就話啦：若是這樣，我可怎麼辦？遂去求問上主，上主答覆他說：你一胎懷了2個國家，你腹中所生的要分別為2個民族，一個民族強於另一個民族。年長嗰個呢，就係大仔啦係要服侍年幼的。到了生產的時候，他腹內果然係一對雙生，就係孖仔女孖仔啊。首先產出的發紅，渾身是毛，如披毛球，給他起名厄撒烏。他的弟弟隨後出世，一手握住厄撒烏嘅腳跟，為此給他起名叫雅各伯。他們誕生嘅時候，依撒格已是60歲的人。喺呢段經文裏邊呢，我哋睇到咩呢？天主曾經向依撒格嘅太太黎貝加啟示咩啊？將來大嘅兒子要服侍細嘅。喺呢個咁大件事嘅裏邊，黎貝加會唔會唔話俾依撒格聽呢？
我覺得唔會，所以按推理咧，呢件事係應該為伊撒格所知嘅。邊件事啊？就係話大嗰個將來要服侍細嗰個，仲有大兒子厄實烏長大咗之後咧，佢為咗貪想解決一時口腹之快，就輕易將長子嘅名分讓咗俾弟弟雅各伯，係嘛？呢件事大家可能都好熟噶啦。佢弟弟煮咗碗紅豆粥，咁等個哥哥好口渴、好肚餓嘅時候，咁雅各伯就話：我俾呢碗你食啊，不過你要將你個長子名分同我交換。佢呢一個厄撒烏大仔啊，又願意喎，哇！食咗先算。所以由此可以睇到呢個厄撒烏對長子嘅名分係絕對嘅唔珍惜，係咪？一碗咁嘅紅豆粥就可以將自己嘅長子名分換咗翻嚟。OK， 假設伊撒格對呢件事毫不知情，係嘛？即係唔怪得伊撒格偏心偏個大仔咁。雖然我哋唔能夠怪，就算啦，假設伊撒格對呢件事毫不知情嘅，但厄撒烏仍然係一個唔聽父母話嘅仔嚟嘅。點解呢？因為後來佢決意自己，佢要去娶客納罕嘅女人為妻，佢罔顧亞巴郎嘅訓導。喺創世記24章3至6節，我哋大家都知道亞巴郎係唔喜歡佢嘅兒子或者孫啦，佢自己嘅子孫啦，去娶當地嘅婦女嘅。但係佢執意要娶客納罕嗰啲女人為妻，罔顧佢哋家族嗰個嘅訓導。呢個喺創世記24章3同埋6節，我哋睇到佢使伊撒格嘅夫婦好傷心、好難過。不過伊撒格偏愛厄撒烏，執意要將祝福歸俾佢，以至到個妻子黎貝加後來去教唆佢個細仔雅各伯，欺騙伊撒格嘅祝福，以至到家庭不和、骨肉分離。天主讓呢啲事情發生，係要使當中呢個家庭當中4個人一同得到教訓。係啦，伊撒格另外嘅軟弱係記載喺創世記26章嘅6至到7節，即係佢當時喺革勒爾居住嘅時候咧，曾經向當地人講大話，話佢嘅太太黎貝加係佢個妹。伊撒格係恐怕當地嘅人為咗黎貝加咧就要殺害佢，因為佢生得好靚。呢個謊話差一啲就將當地嘅百姓有人要同黎貝加同睡，即係要拎佢嘅太太嚟到去瞓覺，以致到佢當地百姓人陷於罪惡。當然佢嘅父親亞巴郎都犯過呢個問題嘅，而伊撒格同樣係喺呢件事上邊咧去講大話。當然佢係害怕啦，佢仍然係對天主嘅信德係仍然有啲啲嘅缺陷咁樣。不過當然天主仍然係體諒人嘅、包容人嘅，因為天主唔係要一個完全冇錯嘅人，而係一個願意喺錯咗嘅裏邊學得教訓、懂得悔改嘅人。跟住落嚟，我哋去睇下伊撒格嘅信德。大家唔好唔記得喎，我而家仲係同大家分享緊伊撒格嘅性格嘅面面觀喎。我同大家睇咗佢嘅優點，又睇咗佢缺點。而家跟住落嚟，我同大家睇嘅就係佢係有信德嘅。到佢有信德呢，第一件事就記載喺創世記26章1至到6節。嗰個時候呢，客納罕地係有饑荒，而伊撒格呢，佢係有意從拉海洛伊井附近經革勒爾再落去埃及嗰個富裕之地嚟到避難嘅。
咁我諗我哋大家都知啦，一笪地方饑荒，咦，原來我咁樣落到去另外一個地方，嗰個地方好富裕喎，好富裕喎，咁我會唔會走落去避難嚇？嗰度有嘢食，有水飲，我諗人人都會咯。不過天主就喺嗰個時刻顯現俾依撒格，對佢咁講：佢話你不要下埃及地，要住在我指示你嘅地方。26章創世記26章2節，而天主指示佢住嘅地方喺邊度呢？天主指示佢唔好落埃及逃避饑荒，原來係留喺原地，即係留喺呢個革勒爾。天主點解要有咩個要求呢？天主冇向依撒格解釋，好多時好論盡嘅就係呢樣嘢啦。天主話咗俾你聽一件事，冇解釋俾你聽點解。亦都冇話俾你聽，你現時所處嘅地方嗰個饑荒係直到幾時先至有解決。不過天主喺呢一樹隨即就邀請佢進入自己個盟約裏邊啦。天主邀請佢咁講，佢話你要住在這地方，我必與你同在，祝福你，因為我要將整個地方賜給你和你的後裔，實踐我向你父親亞巴郎所立的誓約，且要使你的後裔繁多如天上的晨星，要將這一切嘅地方賜給你的後裔，地上萬民要因你嘅後裔蒙受祝福。亞巴郎聽從了我的話，遵守了我的訓示、誡命、規定同埋法律。呢個喺創世記26章3至到5節。盟約嘅內容係乜嘢呢？其實佢就好簡單，佢就話你留喺饑荒之地，放棄走去富裕嘅埃及。佢又講，如果你聽話，天主應許必與你同在，祝福你。而祝福嘅內容係咩呢？祝福嘅內容就係昔日天主祝福佢阿爸亞巴郎嘅，即係話將呢整個地方賜給佢同佢嘅後裔，使佢嘅後裔繁多如天上嘅晨星，地上萬民要因佢嘅後裔而得到祝福。呢個喺創世記22章嘅17至18節。天主昔日祝福佢阿爸亞巴郎嘅理由係乜嘢呢？因為亞巴郎聽從了我的話，天主話因為佢聽咗我嘅話，遵守我嘅訓示、誡命、規定同埋法律，呢個就係天主祝福亞巴郎嘅理由啦。天主將嗰個盟約嘅內容講得好清楚，簡單啲就係話，我就係天主昔日同亞巴郎立約，我祝福佢，全因為亞巴郎聽從咗我嘅說話，遵守咗我嘅訓示、誡命、規定同埋法律。而家若你依撒格同樣好似你父親亞巴郎一樣聽從我的話，呢啲係條件嚟噶留喺饑荒之地而放棄富裕埃及呢，咁我就係天主啦，必與你同在，祝福你，將賜俾亞巴郎嘅應許，讓你依撒格承繼，使你成為真真正正嘅盟約之子。當然呢個係一個信心嘅考驗，因為天主所有嘅應許對依撒格嚟講都係啲好遙遠嘅事啫，即係我將來俾呢個地利嘅後裔啊，我將來會祝福你啊，將來冚唪唥都係將來。呢啲應許係咪會實現呢？唔知，佢只可以憑信心嚟到去相信同埋等候。不過若佢聽從天主嘅吩咐，就即時要留喺飢餓嘅地方，即時接受艱苦嘅挑戰。幸好依撒格選擇咗相信天主，接受面前嘅艱苦，繼續留喺饑荒之地。因此天主預先計劃要同佢立約嘅事，
就喺嗰個時刻成就咗啦。創世記17章嘅19同埋21節，呢度係天主預許佢嘅福氣，但係當佢願意進入信心嘅挑戰嘅時候，願意表達到即係喺呢個挑戰裏邊表達佢嗰份嘅順服同聽命咧，咁天主預先計劃要同佢立約嘅事，咪就係成就咯，即時喺嗰度成就。相反，如果依撒格唔選擇天主嘅吩咐，唔肯堅持留喺饑荒之地，係都要落去埃及啊，就即時快樂啊，即時肉身可以享受到嗰份嘅富裕嚇，咁天主亦唔能夠勉強人嘅自由嘅。不過舊約聖經當中之後有好多個故事就會被改寫。點解咁講呢？喺創世記18章16至19節，天主咁樣講：後來那三人由那裏起身，望着索多瑪前行，亞巴郎送他們也一同前行。上主說：我要作的事豈能瞞住亞巴郎？因為他要成為一個大而且興盛嘅民族，地上所有嘅民族都要因他而蒙受祝福。何況我揀選了他，是要他訓令自己嘅子孫和未來嘅家族，保持上主嘅正道，實行公義正道，好使上主能夠實現他對亞巴郎所許的事。嗱，大家留意呢一篇經文，呢篇經文呢係天主之前同亞巴郎所講嘅。呢篇經文向我哋發出好鄭重嘅訓示。亞巴郎因為遵守天主嘅訓示、誡命、規定同埋法律，就得咗天主嘅祝福。而佢嘅子孫同埋家族，即係依撒格同埋啲仔啦，同樣需要乜嘢啊？保持上主的正道，實行公義正道。喺日常嘅生活當中，咁樣先至可以承受到天主俾佢父親同埋祖輩所許過嘅祝福。呢個喺列王記上2章1至4節都有咁講，否則祝福就會被保留起嚟，越過嗰啲叛逆嘅子孫，直到乜嘢？直到有實行正道嘅後人為止，祝福先再次按應許臨於佢哋嘅身上。呢啲經文可以參與約書厄傳23嘅1至16。路加3章嘅7至到9節，大家明唔明白我嘅意思啊？即係話我點解要同大家再睇翻創世記18章16至19節呢？即係頭先我同你讀嗰篇經文，就係話天主原來佢同亞巴郎講過嘅嘢、應許嘅嘢係有條件喺度嘅。因為嗱，我重複再講一次，佢話我要作的事豈能瞞住亞巴郎？因為亞巴郎要成為一個強大而且興盛嘅民族，地上所有嘅民族都要因佢而祝福。何況我揀選佢，嗱，聽住咯，係要他訓令自己嘅子孫同未來嘅家族，即係世世代代咁解咯，都要點啊？保持上主的正道。佢嘅子孫世世代代同樣係要實行公義正道，咁樣佢話好使上主能實現他對亞巴郎所許的事。佢同天主同亞巴郎許過嘅事、應許嘅事，咪就係話我祝福你啊，將你笪地俾你啊，等等等等，你嘅後裔如繁星啊，等等，所有嘅祝福啊，咒罵你嘅人啊得咒罵，祝福你嘅人又得祝福。嗱，所有呢啲應許嘅福氣係俾你嘅，不過亞巴郎需要行上主的正道，實行公義正道，而佢嘅子孫都能夠承受呢啲福氣，不過同樣佢哋都需要保持上主的正道，實行公義正道。如果佢有子孫係偏離真道嘅，天主唔通夾硬俾呢啲祝福佢呢啲壞子孫咩？唔會噶，天主會跳過佢哋噶。跳過佢哋點啊？跳過佢哋，直至到有行正道
嘅子孫為子，呢個祝福咪繼續承傳落去咯。天主又唔會唔俾亞巴郎啲子孫噶，因為係應許嚟噶嘛。但係喺應許裏邊有個條件噶嘛，係嘛？嗰啲子孫必須要係行公義正道噶嘛。所以呢一樣嘢我哋大家要留心，係咪啊？喺呢度我哋都想即係停一停去讓大家諗一諗，天主今日有冇應許我哋好多嘢呢？有。天主應許我哋將來嗱，又係將來嘅咋吓？將來死後能夠同佢喺埋一齊，直到永恆。將來會有呢一個嘅福氣，將來嘅啫噃，等到幾時唔知噶。有冇啊？冇擔保你噶，你係靠個信嘅咋。不過當我哋願意去相信，以至到我哋順服聽話嘅時候，天主必有即時嘅恩寵，一路陪住我哋，起碼我哋會有聖神啊！今日係嘛，陪住我哋，鼓勵我哋，醫治我哋，堅強我哋，直至到我哋係憑信就得着天主俾我哋將來嗰個嘅應許，同樣嘅。好，我哋睇第二件事咯噃，點樣睇到依撒格嘅信德？第二件事係記載喺希伯來人書11章20節，經常咁講，因着信德，依撒格也關於未來嘅事祝福咗雅各伯同厄撒烏。經文去到呢度，嗱，經文嘅意思就係話天主俾依撒格一啲係應許，有某啲嘅內容咧係佢祝福佢仔嘅時候咧都未實現嘅。不過依撒格對天主嘅應許深信不疑，相信呢啲應許終於會實現，於是就按住呢啲應許全部咁樣嚟到去祝福佢嗰兩個仔。呢啲經文你哋大家可以喺創世記27章28至29節、28章1至4節、希伯來人書11章8至9節、13節同埋20節。嗱，從以上呢啲事件嚟睇咧，依撒格被稱為盟約之子，唔全因為佢父親同天主之間嘅良好關係，蔭庇住佢使佢成為盟約嘅繼承人。唔單係咁樣，佢本身都需要憑住信心進入到去天主同佢個人之間嗰個嘅盟約當中，成為呢個嘅盟約之子。大家明唔明我意思啊？冇錯。去到最尾一個部分啦，就係盟約之子依撒格，佢係新約基督徒嘅預像。點解咁講呢？我會同大家做一個對比，就係依撒格佢點解可以成為盟約之子呢？佢點解有咁嘅條件呢？原來我哋新約基督徒同樣都可以成為盟約之子，我哋同樣係有依撒格嗰個嘅條件嘅。點解我咁講呢？我而家同大家做一個對比。首先我睇依撒格，佢係邊個啊？佢係亞巴郎嘅後裔。OK， 我哋新約基督徒呢？原來喺加拉達人書3章7至到9節同埋29節，聖保祿講到，原來憑信德，基督徒都係亞巴郎嘅後裔。大家知唔知道㗎？唔係真係有以色列嘅血統嗰啲先至叫做亞巴郎嘅後裔。No， 聖保祿話，去到新約嘅時代，只要我哋對耶穌基督有一份純真嘅信德OK， 咁樣我哋就已經係亞巴郎嘅後裔。第二點，依撒格係按應許而生嘅，即係天主應許亞巴郎，你嘅兒子可以成為盟約之子，係應許之子。所以依撒格係按應許而生。不過大家知唔知道新約嘅基督徒喺受洗嘅時候，我哋係按住主嘅應許而重生。我哋睇加拉達人書4章28同埋31節，你哋要睇埋嗰個備註嘅6。備註就係我哋舊版聖經咧，
喺聖經嘅後邊有一啲好細嘅字，係嗰啲注解嚟嘅。我哋睇注解6。第3點，依撒格係要受割禮嘅，係咪啊？即係出世幾日咁，亞巴郎要拎個孩子去受割損禮。但係知唔知道新約基督徒當受洗嘅時候，我哋基督徒嘅心靈同樣係受割損嘅，我哋都行割損禮，不過唔係外在嘅割損，而係心靈嘅割損。我哋可以睇羅馬書2章25至到29節。第4點，依撒格憑信心同天主立約，成為盟約之子。受洗嘅時候，基督徒唔係亦都憑信心同天主立約咩？新約啊嘛，我哋進咗入個約誓裏邊嘅，我哋都係乜嘢啊？盟約之子。大家可以睇格林多人前書11章25節，或者加拉達人書3章29節。第5點，因為依撒格係亞巴郎嘅子孫，所以佢承繼產業，承繼亞巴郎所有嘅祝福。但係知唔知道基督徒同樣承繼產業，係同樣承繼亞巴郎嘅產業？唔單止，甚至乎喺新約裏邊，我哋因着耶穌基督嘅受苦受難，我哋係成為天主嘅子女。如果我哋係天主嘅子女，當然我哋可以承繼天主喺生命裏邊一切嘅祝福，一切嘅美善。所以例如乜嘢呢？天主有嘅智慧啦，佢有佢嗰個嘅永恆嘅生命啦，佢有佢嘅光芒啦，係嘛？等等等等，凡屬於天主嘅質素，我哋只需學習，憑着聖神，我哋都可以分享佢嗰個嘅性情同埋福氣。我哋可以睇羅馬書4章13至到16節。仲有跟住落嚟第6項啊，天主為依撒格預備羔羊，使佢藉住羔羊嘅死而得生。我哋呢，新約基督徒係咪一樣啊？天主為到我哋預備無罪的羔羊，即係基督啦，為我哋死，使我哋得生。希伯來人書9章18至到28節。最後一點，天主保守同埋管教依撒格嗰個人性嘅軟弱，因為當佢偏愛佢嘅大仔，以致到佢個太太黎貝加需要去欺騙佢，將個祝福歸俾第二個仔雅各伯，因而雅各伯因為欺騙咗個哥哥同埋父親，佢冇辦法留喺原居地，佢要走佬。咁當然雅各伯又有佢一生好唔同嘅經歷啦，因為呢一次嘅欺騙，因為今次嘅離家出走。咁呢個係喺我下一個錄音關於雅各伯生平事蹟呢，我會同大家去分享呢個雅各伯。但係無論點，天主都透過呢一家人嚟到去教訓佢哋每一個人，所以包括係依撒格。所以天主其實係保守同埋管教依撒格佢人性軟弱帶嚟嘅一切遭遇，係咯。OK， 我哋新約基督徒係點呢？天主嘅愛同樣係管教我哋基督徒，作為警惕，使我哋進步，進入呢一個嘅聖潔嘅信仰生活裏邊。我哋可以睇希伯來書12章9至13節嘅。結嗰度，我同大家咁樣分享。嗱，依撒格憑住信德，佢相信天主應許俾佢嘅父親亞巴郎，同埋俾佢嘅一切祝福。呢啲應許有大部分直到佢去世嘅時候都未實現，不過佢還是選擇相信，一生都甘心樂意咁樣順服喺天主嘅旨意當中嚟到去生活，甚至乎願意留喺饑荒艱苦之地。喺嗰個地方，佢甚至為咗水井嘅緣故，多次被當地嘅人去蝦佢。
不過佢仍然全心依靠同埋仰望天主嘅救援嚟到去生活，即係佢個眼目係單一望住天主，佢先過到大大小小嗰個嘅坎坷，使到佢嘅信德透過佢嘅行為咧顯明出嚟，見證咗俾後世，即係俾我哋今日嚟到去學習作為榜樣。就係咁樣，佢獲得天主嘅恩寵，進入咗天主同佢所立嘅盟約當中，成為盟約之子。呢啲事同我哋基督徒有咩關係呢？呢啲事實在同我哋有密切嘅關係。喺聖經裏邊，每一個資料其實都係向我哋每一個世代嘅讀者嚟到去說話嘅。因為天主極渴望佢賜俾亞巴郎嘅祝福，唔單淨係俾依撒格承繼，而係喺基督耶穌裏邊普及萬民，並使到嗰啲具有信德嘅人領受所應許嘅聖神，同依撒格一同得福。加拉達人書3章14節，正如聖保祿所講，如果你們屬於基督，那麼你們就是亞巴郎的後裔，就是按照恩許作承繼的人，係嘛？加拉達人書3章29。嗱，咁樣睇起上嚟，依撒格可以算係新約基督徒嘅預像，因為佢同眾基督徒都係需要藉着信德進入天主嘅盟約裏邊嘅，並以盼望咯，同埋敬愛天主嘅心留喺約當中。你唔係話入咗個約就搞掂啦，唔係，我哋仍然係需要不斷跟隨聖神嘅生活喺天主嗰個嘅憐憫啦、寬恕啦、造就啦、建立啦、醫治嘅裏邊，咁嚟到去盼望同埋敬愛主留喺約當中，以至到最終必有一日，大家都一同得以進入我哋嘅父親亞巴郎嘅祝福當中。呢個祝福係乜嘢啊？就係能夠進入那座非人手所建造的城。呢個係亞巴郎所相信嘅。希伯來書11章8至16節。嗰個時候，我哋嘅名字亦必稱為依撒格。點解啊？意思係喜笑，看見我哋嘅人都會一同喜笑。我今日嘅分享呢，總結就去到呢個部分嘅，但係有一啲我都想去啲叫做咩嘢呢？反省或者默想部分同大家分享。就係第一，喺新約聖經裏邊，天主曾經向我哋作出唔少嘅應許，並邀請我哋憑住信心進入呢一啲嘅應許之福嘅當中。你知唔知呢？例如馬竇28:18至20，天主曾經咁樣同我哋講，佢話：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受洗，教訓他們乜嘢啊？記住呢句，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嘅終結。你係咪真係相信呢個應許？你係咪願意天主同你天天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終結？但係我哋唔可以淨係抽咗呢個經文出嚟。係啊，天主天天同我在一起嘅，直到世界嘅終結噶。點解我經驗唔到佢嘅？係嘛？佢到底係唔係噶？我哋好多時會懷疑。我話俾大家聽，天主的確係天天同我哋在一起。你知又好，你唔知又好，佢真係陪住我哋過生命嘅每一步。但我哋係咪經驗得到、信靠得到呢？我哋係咪好似耶穌基督咁話俾我哋聽？我哋使萬民成為門徒嘅時候，要因父及子及聖神嘅名同佢哋受洗。喺受洗嘅時候，要教訓佢哋遵守耶穌基督吩咐我哋嘅一切。所以我哋首先有冇盡力盡心去遵守天主吩咐俾我哋嘅一切先，以致我哋懂得點去教訓人去遵守呢一啲嘅一切，係咪啊？
我哋藉住聖神，藉住佢嘅恩寵，我哋有冇試下行出第一步先啫？我唔係要大家遵守晒所有，或者你能夠有咁嘅能力遵守晒一切 ，no。但係我哋有冇向住呢個方向，盡心盡意盡靈盡力去學第一步先？第二點我哋反省嘅就係喺路加嘅6章37節，天主曾經應許我哋，佢話你要赦免，你們要赦免，也就蒙赦免。你係咪真係相信呢個應許？如果你相信嘅話，你係咪願意蒙天主嘅赦免啊？咁今日我哋試下赦免得罪我哋嘅人。第三點，喺路加嘅6章38節，天主曾經應許我哋，佢話你們給也就給你們，並且還要用好的連按帶搖。咩叫連按帶搖啊？即係撳實啲，熬下佢。我哋大家婦女知道噶啦。當我哋揾個樽去裝紅棗又好，裝冬菇又好，滿得滯，仲有好多粒擠唔到落去。於是乎我哋會點啊？熬下嗰個器皿，撳實啲嗰啲紅棗，以至到騰出空位，再可以裝埋剩餘落嚟嘅冬菇或者紅棗。呢度耶穌就話俾我哋聽，主耶穌話俾我哋聽，你們去俾人，也就會給你們，並且仲要好的連按帶搖，即係熬埋嗰個樽嗰啲罅，以至到點啊？以至外溢嘅升斗倒在你們的懷中，係嘛？天主要將祝福啊，連按帶搖，驚你受唔到咁多啊，熬下你，撳下你，以至到點啊？以至到豐豐滿滿，將祝福倒在你嘅懷中。經文繼續，佢話因為你們用什麼升斗嚟量俾人哋嘅時候咧，亦都用什麼升斗量俾你哋。你相唔相信呢個應許？你願唔願意天主豐豐滿滿咁樣祝福你？第四點，瑪竇6章24。31至33，天主曾經應許我哋，佢話冇一個人能夠奉侍兩個主人噶，他或是要恨這個而愛那一個，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你們不能侍奉天主又侍奉錢財，所以你們不要憂慮說我們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因為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尋求的。你們的天父原曉得，即係一早已經知道你所需要的一切。你們該先尋求，有次序啊，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你哋係咪信呢個應許？你係咪願意將？你係咪願意天主將你所需要嘅一切都天天加給你？喺樹要求我哋唔好侍奉兩個主人，你一係侍奉天主，一係侍奉錢財。嗱，當然侍奉係有服侍嘅意思啊，即係你當嗰樣嘢係你個主人啊，咁你先 serve 嗰個噶嘛。咁你到底係當天主係你嘅主人嚟到去服侍佢啊，定係錢財係你嘅主人？你好似奴隸咁樣去服侍錢財咧？唔係話唔返工，而係喺心裏邊邊一個係主人？你as一個奴僕嘅身份，你係邊一個嘅奴僕？係咪錢財帶領你嘅生命方向？係咪錢財帶領你應走嘅路啊？定係相反？天主先就係你所追求嗰一個嘅生命方向。呢一啲大家都可以返去認真去反省一下。另外一點，我想同大家喺默想裏邊反省嘅就係話，若果我哋察覺到自己信心唔夠啦，咁點呢？咁我頭先講咗咁多點，我發覺都係唔得啊，我搞唔掂啊，信心唔夠。咁樣點樣呢？有咩出路呢？按希伯來人書4章16節，俾我哋有出路。佢話我哋要懷住依恃之心，走近恩寵的寶座，即係天父嘅寶座啦。呢個天父嘅寶座裏邊
係派發咩㗎？恩寵，所以佢話恩寵的寶座，我哋要走近恩寵的寶座，以獲得仁慈，尋到恩寵，作及時的輔助。希伯來人書4章16就咁教我哋求啦，嗰個係恩寵嘅寶座嚟㗎。當你求嘅時候，佢嘅恩寵就會及時嚟到作為你嘅輔助。不但咁樣，聖經仲俾咗我哋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馬爾谷9章21至24當中，佢咁樣記載。耶穌問佢嘅父親說：這事發生在他身上有幾耐啦？咁有多少時候啦？個父親答：從小的時候，魔鬼屢次把他投在火裏或水裏，要害死他。但是你若能做什麼，你就憐憫我們，幫助我們吧。耶穌對他說：你若能，為信的人一切都可能。孩子的父親立刻喊說：我信，請你保重我的無信吧。就讓我哋一起向呢位父親學習，因為佢懂得喺呢一位滿有慈悲同埋仁愛嘅主耶穌面前祈求信德，咁就算為佢嘅聰明機智啦，係咪啊？咁所以我哋冇信德唔緊要，我哋祈求主耶穌嘅仁慈，佢必會聆聽我哋嘅祈禱。好，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就到呢一度啦。我係有呢一啲呢個分享嘅文字版呢，係隨同呢個錄音一齊呢係登上去 YouTube 俾大家。大家可以攞呢個文字版呢嚟到去對住個錄音呢，咁嚟聽呢，我相信係清楚好多嘅。好嘛，多謝大家，天主保佑。